咁快就嚟咗12月啦，一嚟到12月，大家就會諗起聖誕節。但係喺澳門嘅高三畢業生面對住各大學嘅招生簡章，就睇到頭都大。點揀好呢？今日我哋唔睇數據，直接帶大家嚟到中大同埋港大，問下過來人點睇。問題一，你認為揀工作嘅時候係以興趣行先，定係以工作前景為主呢？喺選科嗰陣揀興趣先定係揀工作，我諗係講緊前景嗰方面先咧。如果你問我10次咧，我11次都會答你揀興趣先。點解咧？因為你冇興趣讀嗰科，哪怕你個工作前景有幾好咧，恐怕都唔會讀得特別好嘅。我眼見就有唔少，例如話讀 Medic、讀Global Business 等等嘅科目，呢啲前景睇落好好嘅，但係因為個人嘅興趣唔喺度，自然好難話有心去努力去讀呢一科嗰陣咧，咁令到佢最後嗰個成績亦都係比較差一啲，亦都變相佢個前景都唔係咁好。相反，興趣係一個推動你去學習去學更多嘢嘅一個動力。咁所以如果你問我一定係會話揀咗興趣先嘅。咁當然工作都係一個好實際需要去思考嘅問題，始終我哋都係要開飯嘅。咁我相信亦都喺讀一個對你有興趣嘅科目嗰陣咧，喺嗰個途中當中咧，你會揾到有與此相關嘅一啲工作，咁可以繼續去研究落去啊等等咁樣樣。我覺得兩個都要睇嘅，咁即係對於我嚟講啦，我自己會比較傾向揀興趣多啲，多過揀專業啦。但係專業都係要睇嘅，即係職業規劃都係要睇嘅。即係我自己嘅諗法，即係我自己係比較中意嘅，即係我係想研究嘅，咁所以我就會嚟揀中醫嚟讀啦。即係因為你要讀好多年啦，然後你可能未來嘅職業都係跟隨住你揀嘅咩科啦，咁所以其實興趣好重要嘅。你冇呢個興趣，其實你係好難堅持落去，同埋你讀嘅時候都會唔開心啦。但係另一方面，其實如果你真係純粹為咗興趣嘅話，咁其實又唔係咁好咯，即係你都要去考慮下未來點樣發展咯。即係例如可能如果我想讀哲學，但係屋企又冇錢嘅話，咁其實我讀出嚟係冇咩用嘅時候，咁就會去諗下職業咯。係啊，真係。問題二，你覺得香港嘅資源對中醫藥有咩幫助？講到香港嘅資源可以點樣去幫助中醫藥嘅發展，除咗話政府佢有各樣嘅基金啊、配套啊，例如話最近有中醫院嘅成立啊，之前都一直有呢個中醫藥發展基金去幫助業界去發展中醫藥之外咧，我諗其中一個香港關於中醫好大嘅特色咧，就係喺香港咧中醫咧係必須使用，喺法例上要求必須使用傳統中醫理論咧去治療嘅。換言之，我哋雖然話我哋香港嘅中醫師唔可以開西藥，唔可以用一啲西醫嘅治療方法，但係倒轉翻嚟講，就係我哋可以好注重傳統中醫點樣去治病，用中醫嘅理論，用中藥、用針灸等等嘅方法去治病，亦都係幫助去 promote 翻一個傳統中醫嘅發展咁樣樣。最後我想講嘅係，其實每個人路都係唔同嘅，但係我哋每個人都必然喺呢條路途中揾到某一片值得自己紀念嘅風景。大學嘅選擇固然係重要嘅一步，但並非唯一嘅一步。我哋衷心祝願大家都可以喺呢片路途中揾到屬於自己嘅方向。拜拜。